来看路透社的报道指出，讲咱国海军司令长华后礼拜会去美国夏威夷访问，出席太平洋舰队司令交接典礼哦，嘛来讨论讲台美要安怎来加强合作。共军一直交代，国防部30公布查到共机8台、共艦7隻，持续伫台海周边活动。这个时阵，路透社报道，海军司令东华要伫后礼拜访问美国夏威夷，出席太平洋舰队司令交接典礼。搁要伫中国升官对台威胁的时阵，讨论安怎加强台美双边的海军合作。搁要研究参加4月7、8伫华府附近举行的海空甲太空研讨会，有希望甲美国海军作战部的部长弗兰契蒂会面。所以台美两国高阶人士的这个互访就会越来越频繁，来增加这个应对中共扩军的这个威胁。学者分析，进前海军司令去美国夏威夷参加军方典礼已经有先例，这件代志也代表两国互信。不过因为代志较敏感，台美官方拢无加做讨论。5日空伫要到啊！正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、萧美琴29下晡访视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，全面了解咱国国防科研甲国防自主的进展，也希望和台湾自主防卫的能量会当更加强大。它本身就可以侦测。国防部4月7日要去立法院报告国防自主政策推动具体效果，也甲未来的目标。立委是关心各组战舰的进度，新时代战机研发者议题。不过，国防部长邱国正因为后生卷入性教育风波，虽然请辞，不过互人慰留，已经向立法院请假，就惊到时阵质询的时阵失去焦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